后来继续来看艺人康康，伫个面册抛出着一张的相片，是伊伫个台北地检署的门口，结果引发着网友的关心。原来康康是为着旧案出庭作证。2017年，伊互一个男子骗讲要投资演唱会，哄骗700万。啊，讲毋若康康哄骗去，还佫有几来个艺人甲大头家嘛拢调调，金额超过1亿2千万。 演唱会头家甲我骗，伊讲要防弹少年演唱会，红发爱德，一个280，一个200，啊，甲我心思的人就无去啊。经政署举办打击诈骗活动，艺人康康讲话趣味，甲大家分享伊是安怎互人骗买500万呢？ 康康昨常常伫咧网络抛一张徛伫咧北检门口的相片，分别伫咧个人面册和媒种专业分享拄到诈骗偷来买去的代志，这边嘛是为了出庭作证。康哥，我跟你讲，恭喜你。然后我说，哎呀，要到了吗？他说不是，你是被骗里面最小条的。佮伫咧节目笑讲，家己是去骗上少钱的，因为几件诈骗案，侪演艺界人拢是受害者。因为培培讲话都会有那种很厉害的字跑出来。艺人小刀就因为投资刘德华演唱会去骗2000多万。称父亲不收礼、不宴客，连前副总统吴敦义囝嘛了1000多万。主谋就是有演唱会高负之称的颜先生，伊和丁先生一个当期一个倒头，伫咧2015年到2021年，甲人讲有摕到知名韩国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 TWICE 红发艺潮的经济授权，邀请因来台湾开演唱会，就真侪人到处。老尾讲协商破局，受害者都14回，佮拢是有头有面的人。然后他说，我的演唱会就是大概打平了，嘿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要不要投资我那个？康康签头啊，投资700万资金，其中200万是分别来自当中性和另外一位好朋友的，后来有甲200万讨回来，甲钱还互因，剩的500万就家己了。佮讲到投资即马甲不要信道啊，会专心做好家己的工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